你投身職業足球20幾年，如果每秒鐘都有過千蚊港幣入你個戶口，你究竟會點樣使呢筆錢？當今足壇嘅球王 C 朗拿度，年薪高達16億港幣，單係呢個數字已經超越咗全世界9成9上市公司嘅年利潤。好多人話佢狂傲，亦好多人話佢係炫富之王。但當你真正了解過佢嘅離地生活，你就會發現，你嘅想象力喺佢嘅財富面前，真係顯得太過貧乏。今次我哋就直擊呢位世界級球王，到底點樣將呢16億年薪變成佢屋企車房嗰10幾部限量版超跑、天上飛緊嘅私人機隊，甚至係對波鞋上面閃到麻眼嘅真鑽石。我哋先由最震撼視覺嘅車房講起。對於好多男仔嚟講，成生人可以擁有一部法拉利或者林寶堅尼，已經係終極夢想。但喺 C 朗嘅字典入面，超跑唔係用嚟 dream， 係用嚟集郵嘅。佢喺全球各地嘅豪宅車房入面擺滿咗超過20部頂級名車，總價值輕鬆超過幾億港幣。其中最震撼嘅，莫過於全球限量只有10部嘅布加迪 Bugatti Chianti。呢部車嘅官方售價高達800萬歐元，折合港幣大約1億4千萬元。1億4千萬買一部車，你可能會問，呢部車係咪用金做嘅？ Chianti 係布加迪為咗致敬經典車型 EB110而特別打造嘅超跑，配備 8.0 升 W164 渦輪增壓引擎，馬力高達1600匹，0到100公里加速只需要2.4秒。全世界上千個億萬富豪攞住幾億現金想買，布加迪都唔會賣俾佢哋，因為呢部車只會邀請全球最頂尖嘅 VIP 挑選購買，而 C 朗就係呢10位幸運兒嘅其中之一。你以為佢得一部布加迪，咁你就太天真啦。除咗呢部全球限量1億4千萬嘅 Santoris 之外，佢車房仲有一部價值大約2000幾萬港幣嘅 Bugatti Chiron， 以及一部近2000萬嘅 Bugatti Veyron。等於話，光係布加迪呢個品牌，佢就收集咗布加迪3部曲。佢曾經喺社交平台晒過一段片，佢仔仔喺車房踩單車，背景就係呢幾部價值連城嘅神車。除了布加迪，佢嘅車房仲有法拉利嘅限量旗艦 Monza SP1 同 SP2， 麥拉倫嘅 McLaren、Senna， 仲有 Rolls-Royce 勞斯萊斯嘅 Dawn 同 Phantom。有一年佢生日，佢另一半喬治娜就送咗一部價值幾百萬港幣嘅勞斯萊斯休旅車 Cullinan 俾佢做生日禮物。對普通人嚟講，送部車做禮物已經好離地，但對 C 朗嚟講，呢啲只係佢日常出行嘅玩具之一。講完地面上行嘅超跑，我哋將視線拉上天空。作為一個每年要飛遍全世界打比賽、出席商務活動，兼且極度重視私人隱私同休息質素嘅超級巨星，普通航空嘅頭等艙對佢嚟講根本滿足唔到需求。C 朗嘅私人家當入面，最頂級嘅裝備就係佢嘅私人機隊，總值高達2億2千萬元港幣。喺15-15年嘅時候，佢就以大約1億9千萬港幣購入咗一部 Gulfstream G 200雙引擎商務噴射機。呢部飛機全球只有250部，飛機入面配備咗頂級嘅豪華皮椅、廚房、浴室，甚至仲有高速 WiFi 網絡同娛樂系統。佢仲將機身外面印上咗佢嘅個人品牌 CR7 標誌，同佢標誌性嘅慶祝動作剪影。呢部飛機陪佢飛過無數個賽季，但隨住佢家庭成員越來越多，加上要求更遠嘅航程，佢喺2022年左右將呢部 G200 賣咗出去，然後直接升級換咗一部更豪華、空間更大嘅 Gulfstream G650， 甚至係 Bombardier Global Express XRS 呢類頂級私人飛機，機艙內部空間大到好似一個小型豪宅，可以容納10幾位乘客。入面有獨立嘅主臥室、大理石、洗手間，仲有專屬嘅私人廚師同機組人員。光係呢部飛機嘅保養費、燃油費、泊機位費用同機組人員薪水，一年嘅支出就高達幾千萬港幣。但對 C 朗嚟講，時間同個人私隱先係最貴嘅資產。用2億幾港幣買機隊，換取隨時隨地可以同家人高飛嘅自由，喺佢嘅算盤入面，簡直係物超所值。如果超跑同私人飛機係豪門富豪嘅標配，咁 C 朗身上嘅細節裝飾
就真係將離地呢兩個字發揮到極致。你有冇諗過一對波鞋可以貴到咩地步？對於波鞋迷嚟講，一對幾萬蚊嘅聯名限量版 Jordan 已經係天花板。但 C 朗曾經喺公開場合穿過一對特別客製化嘅雙鑽波鞋，呢對波鞋係由國際頂尖嘅珠寶設計師專門為佢量身打造，鞋身上鑲嵌咗數百顆經過嚴格挑選嘅天然高淨度真鑽石，光係鑽石嘅克拉數同工藝費用，價值就已經破百萬港幣。當佢踩住呢對閃閃發光嘅雙鑽波鞋行過紅地毯嘅時候，真係名副其實嘅腳踏萬金。除了雙鑽波鞋，C 朗對名錶嘅熱愛更係到了痴迷嘅程度。佢本身就係世界頂級名錶品牌如 Jacob Cole 嘅代言人兼忠實粉絲。佢擁有多款獨家客製化嘅千萬級手錶，其中最著名嘅一款係 Jacob Cole 專門以佢嘅 Bugatti Chiron 跑車為靈感設計嘅雙陀飛輪手錶，表面設計完全還原咗布加迪嘅 W16 引擎。當你按下按鈕，手錶內部嘅小型引擎活塞仲會好似真車咁運轉。呢隻錶上面鑲滿咗近1000顆綠寶石同鑽石，售價超過1500萬港幣。仲有一隻 Franck Muller 嘅全鑽雙陀飛輪手錶，價值高達2000幾萬港幣。整隻手錶被密密麻麻嘅方鑽包圍，戴喺手腕上，簡直就係行走向港幣移動庫。喺好多頒獎禮或者商務活動上，佢輕輕抬一抬手，手腕上面嗰隻手錶嘅價值就已經足夠喺香港半山買一套頂級豪宅。講到豪宅，C 朗嘅房產帝國亦都係佢16億年薪嘅主要去處之一。佢喺全球核心城市都擁有極具投資價值同居住享受嘅超級豪宅，例如喺西班牙馬德里，佢擁有位於貴族區 La Finca 嘅極簡主義現代豪宅，佔地數千平方米，入面有私人泳池、健身房、足球場，甚至仲有專屬嘅低溫冷療室，價值超過8000萬港幣。喺意大利杜林效力祖雲達斯期間，佢租下咗一套位於山頂，可以俯瞰全城夜景嘅雙棟獨立別墅，隱密性極高，月租金就高達數十萬港幣。當佢喺2021年回歸曼聯嘅時候，佢喺柴郡買入咗一套價值上億港幣嘅7房豪宅。而喺佢嘅老家葡萄牙，佢喺里斯本擁有全葡萄牙最貴嘅頂層複式豪宅，價值近1億港幣，屋頂自帶無邊際泳池。同時，佢仲喺老家馬德拉群島興建咗一座7層高嘅海景大廈，專門俾佢媽咪同家人居住。而近年，佢轉戰沙特阿拉伯聯賽，加盟艾納斯，年薪高達創紀錄嘅16億港幣。喺沙特，佢最初直接包落咗利雅得4季酒店最高級嘅皇國套房，佔地2層，包含幾十個房間，一個月嘅酒店賬單就高達200幾萬港幣。隨後佢更搬入咗利雅得最頂級嘅富人區私人莊園，入面配置咗奧運標準嘅泳池、私人影院以及最高級別嘅安保系統，簡直好似皇宮一樣。好多人可能會覺得 C 朗咁樣使錢係咪純粹嘅揮霍同暴發戶行為？如果你咁諗，你就太少睇佢嘅商業頭腦啦。C 朗之所以可以咁狂放咁使錢，背後嘅核心邏輯係，佢唔單止係一個足球員，佢更係一個年收入驚人、會自我升值嘅商業帝國。大家要知道，1985年出生於葡萄牙馬德拉群島貧民區嘅 C 朗，小時候屋企窮到連足球都買唔起，爸爸係個管理員，媽咪要兼職做廚師同清潔工嚟養家。佢12歲離鄉別井到里斯本青訓，因為口音問題被同伴嘲笑。17歲喺 Sporting CP 登場。18歲被費格遜爵士睇中，加盟曼聯，開啟咗佢傳奇嘅職業生涯。從一個貧民窟小子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身家超過8億港幣嘅超級球王。佢嘅財富完全係靠佢極度自律、對勝利嘅執着以及精明嘅商業頭腦拼返嚟嘅。佢嘅年薪16億港幣，除咗球會支付嘅天價薪酬之外，仲包括咗龐大嘅商業代言同個人品牌收入。佢係全球社交平台 Instagram 上追蹤人數最多嘅人，粉絲數量突破6億大關。你知道喺 IG 發一條贊助貼文 ，C 朗可以賺幾多錢嗎？答案係超過2000萬港幣。光係喺社交平台上手指動一動，
就已經係普通人幾輩子賺唔到嘅財富。咁厲害嘅係，佢好早就開始佈局自己嘅商業版圖，創立咗個人品牌 CR7。從最初嘅內衣、香水、眼鏡、波鞋，到後來與 Pestana 酒店集團合作開設嘅 CR7 連鎖精品酒店，喺里斯本、馬德里、紐約、馬德拉等地都有分店。佢仲投資咗連鎖植髮診所 Inspiria、CR7 健身房、礦泉水品牌水，甚至投資科技公司同餐飲業。佢嘅投資遍佈各行各業，等佢就算將來退役，佢嘅商業帝國依然可以源源不絕咁為佢創造巨額財富。除咗追求極致嘅物質享受同商業投資之外，C 朗喺慈善公益上面嘅付出亦都非常驚人。佢係體育界最慷慨嘅捐贈者之一。佢曾經拍賣咗自己2013年獲得嘅金球獎獎盃，將拍賣所得嘅近600萬港幣全數捐俾 Make a Wish 基金會，用嚟救助重病兒童。佢亦曾經捐出數千萬港幣俾癌症研究中心、加沙地帶嘅兒童救援項目以及各類天災嘅救災基金。佢之所以至今身上都冇任何紋身，原因就係因為佢長期堅持定期捐血同捐獻骨髓。佢唔希望紋身影響到捐血嘅資格。呢種自律同愛心，亦係佢能夠長久保持高人氣同頂級商業價值嘅原因。睇完 C 朗呢種離地嘅生活，從1億4千萬嘅全球限量布加迪，到2億2千萬嘅私人機隊，再到鑲滿鑽石嘅波鞋同手錶，好多人可能會覺得遙不可及。但喺呢啲炫目嘅財富背後，最值得人敬佩嘅，其實係佢幾十年如一日嘅極度自律。39歲甚至邁向40歲嘅佢，喺球場上依然保持住媲美20幾歲年輕人嘅體脂率同身體狀態，每日堅持高強度嘅訓練、嚴格嘅飲食控制同充沛嘅睡眠。佢用自己嘅汗水，將貧民窟小子嘅命運徹底扭轉，打造咗一個不可複製嘅 CR7 傳奇。年薪16億點用？C 朗用佢嘅一生話俾全世界聽：當你嘅能力同自律達到了極致，財富同享受只不過係隨之而嚟嘅附屬品而已。